差不多长。这个也是这样子，对对收盖子这样啊，收啊，它直接上去，从这边接是吗？它现在收了嘛？哎，我看看我来看看，好，从这边哈，没有的还早，我先看，先看。一样长度，小心手哈。你剪那么快，啊，没时间了，然后折，空一个折进去。那，折一下，推一下，那个会赖给我们那个，都放在 YouTube 啊。 YouTube 啊，来来，一样。桃园市的主语老师都万能的呢，人家说。对呀、真的什么都要写哦，什么都会传承，对呀、反正呢就是传承嘛哈。太厉害了。哦，全部都放这里面就对了。这到里面哈不，是，你这个是做到这边，然后这样子一进去有。那个有做到长的这个长度啊，有没有？就做完就好了，然后还要折起来。哦，这边对，是你还有先1、2、3、还有4层，盖子还有2我层的。意思说这里呀、这就是长的盖子继续做。好，这个擦着好了。你对，做好了，还没，还一层。第几层了？第5层了啦。收啦，可以收了，收哪边？短的那边这个地方先收，那个长的先绑。到里面。好，他说绑的先绑起来。但是这样。你第5层还没接好，哎，对我第5层还没先接好先接，先把它接。谁要帮我接？先把它接完，先把它接完，那还没接完。哦，先藏起来呀。就是藏到这边来啊。对，藏到这边。对，然后再把它放进来这里，摸摸，再拉。跟我一样的。可以，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再做这个，哎，这个长的要长的，这个比较长的要把它应该哎，这个怎么弄？快点，这怎么收？快点，收，等一下也是一样，这样子收进来这边呢。收到哪里？收到这边，啊，从那边收。嗯，是从第2个。第2个收进来就收到这里啊。要不要剪这个？你要剪尖一点比较好进去。来吧。就这样，你看就这样嘛，就这样嘛，就这样。哎呦，那么简单。一支简单嘿，不是，如果好在我弄的了。这个啊，藏起来，然后我先看，我先看。对呀对，没对，错没然后错，这样横。不要太短，长一点，长一点点，这一点点，对，因为你这边要收啊，这个边边要不然你看，哎，太短不好收，差不多这么长了，留长它一点。这个很长，刚才你们一模一样，接这个，4号对，然后3对，然后再剪，就收起来，就像它这样子。不用倒回来哦，不用倒回来。剪多长啊？你看嘛，你可以收多长？剪，他说可以了，哎，都插到看，里面去看几公分嘛，大概。这样它到第3层，可以，只要能收就好，我刚才没有剪到，难怪那么长。对，好啦。因为我没有起头，所以我不起头就这样也是从一样。第1个